珠海真係一個寶地嚟㗎，連香港王晶導演都講啦，大灣區真係好適合港人養老㗎，特別點名珠海添啊，話呢度啊生活成本低，返香港又快，交通又方便，真係啱晒港人退休享清福啦。而家啊，港人北上珠海買樓咧，已經係成為咗一個新風潮㗎啦。張少峰早就全家都定居喺珠海，日日嘆住個海景慢生活啊，韓馬麗頻頻現身珠海各大嘅樓盤睇樓添，石榴姐、阮瓊丹、鄭則仕都喺橫琴睇房置業，連玉女掌門人周慧敏啊、劉德華啊、曾志偉啊、光頭警長柳 Sir 啊，都話喺呢一度投資物業啊，真係成半個娛樂圈都嚟晒㗎啦！唔單止係 TVB 啊，香港政界都有唔少大佬喺珠海置業㗎。今年啊，最新嘅利益申報一出啊，可以見到霍啟剛都係珠海有自住樓啦，林議員啊、楊議員啊、麥局長啊，都係珠海嘅業主嚟㗎。咁點解珠海可以咁受寵呢？因為港珠澳大橋一腳油門就可以去到香港啦，樓價先係香港嘅幾分之一，環境靚啦，空氣又好啦，仲有啊，港人買樓不限購啊，粵語又通行，飲食習慣都非常之夾，融入係零難度㗎。你話邊個唔中意啊？咁話又講返嚟啦，你又會唔會考慮喺珠海定居呢？喺評論區一齊討論下啦〜